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，吾不知其名。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然清理浊，然动理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，浊之源；动者，静之基。人人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恼之，人心好静而欲谦之。常人犬举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艺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意未全悦。人犬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守空。守空既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既无守寂，欲起人生。欲寂不生，即是真静。诗婷没有转页面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静语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，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人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直得。直轴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未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经其神。既经其神，即轴万物。既轴万物，即生贪求。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有苦，身心便遭浊辱。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。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至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语。恭诵太上清净经第2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然清理浊，然动理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浊之源，动者静。静是基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人心好静而欲谦之，常人犬举欲而心自静。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艺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意未全悦。人犬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眼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守空。守空既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既无守寂，欲取人生。欲惧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语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人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直得。直轴之者，不明道德。
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未有妄心，既有妄心，即经其神，既经其神，即轴万物，既轴万物，即生贪求，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有苦，身心便遭着辱，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至德，得悟道者常清净语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列发运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是川王桃心，天真收银过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臂。引来震开悟其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间中华母，圣教归教归上圣，天发老母成一线，周延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北延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。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朵朵真如复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禅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禅师东要没智慧心，就听谁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真天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防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经护法是为菩萨救众生，顶礼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钦点红法显神通，而喜道取日月，头顶真罗宝星，为镇北方为帅少，受清诸恶挂甲兵，火黄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无妨赐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元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里常持念，绝神不改。来进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其真言金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在口上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训礼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训士林驴香，姓女侯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
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回父向母，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慈主，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祈求息，战争止息，世世界界和和平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祈求风调风调雨顺，雨顺，国国泰泰民民安，安，世守至岛，世守至岛，世所至岛，圣池朝阁采纳，圣慈圣朝阁池朝采纳，阁采纳，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尊勒尊佛，佛，南无当来下生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生下生弥弥勒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南当来无下生弥勒尊尊佛，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。佛。各位点燃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后学就学习导读到这里，感谢大家一起诵经，谢谢，拜拜，晚安。姐姐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哦，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啊，晚安，晚安。组长晚安，感恩哦。点传师晚安，领任晚安，副领任晚安，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啊，晚安，晚安，感恩感恩，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神领任晚安。